在地新闻来关心台南的博爱国小4颗练长，只有头前门甲后壁门有学生囡仔行的通学步道。因那附近的东陵路，因为车真济，学生囡仔咧行的时，佫行去互车弄，逐摆咧行拢爱搭壁边搭甲哇。即马呢是引起讨论，学校讲因会赶紧和市府来讨论安怎解决。 囡仔唔敢面对大路，就惊风浪着。路上的机车一直真紧骑过。民众16下班尖峰时刻，经过台南博国小边仔的东陵路西段，连续看到囡仔搭伫平行路，这期通学步道规划无好。都应该让机车可以走地下道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就一定要把它分开，造成机车会在这附近的小路一直，车流量会变得很大，那没办法透过地下道有效的导流。 影片伫并且引起讨论，有网友讲，学校前后门有通学步道，是囡仔家己要行无步道的东陵路。好，军县5岁台南重大行人车祸案，李兰查某囡仔父亲有话要讲。恁行通行步道了后，恁住伫伊的隔壁，恁毋是住伫头前，安尼恁就行到无通行步道的时阵，你跳起来用飞。 有爸爸认为步道只设伫前后门无够全面，实际到现场无法度进入东陵地下道的机车。伫学校4颗位路段两来两去，路边的红灯，搁挖学校围墙甲徛架，根本就无形成行路的空间。若是囡仔上下课真惊险，大人经过也真惊吓。比其他的大马路会危险很多，没有适当人行道，然后与旁边的距离又很狭窄。我会带着孩子。 实际在放学的这个过程中呢，来做一个演练，就是怎么样从后门出去，然后走回家这样子的一个步道。那是它的人行步道非常的宽敞，也非常的安全。学校表示，东陵路无人行道会继续做安全教育的宣导，避免家长甲囡仔行唔到，也会向交通局反映，建议4颗位交通监视爱重新规划也是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